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呢，师父跟各位介绍这一张墨宝，这是古时候的人所讲的内容。他就这么说：一切诸烦恼皆由不忍生，临机如对镜啊，妙处在光明。佛以求无真，如书贵不真啊。好挑快活路，世上少人行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各位，我们来慢慢的体会。去揣摩它，分析它，研究它，它就告诉我们说，一切诸烦恼，我们遭遇到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、好好坏坏啊，善善恶恶了，我们会有遭遇到这些，可能不是如你所想的一切非常圆满的，不可能这种情况，有时候有好，有时候有坏，这种情形，所以会引起你有时候心里不舒服，感觉的不畅快，所以就会有很多烦恼。这些烦恼都是从哪里来的？皆有不忍生，我们那口气吞不下去，你忍耐不了，看了以后不顺眼，你内心里面不平静，就开始愤怒、懊恼、生气。各位，都是由不忍，你没有办法忍那一口气所产生的烦恼，都是因为这样子引起的。临机如对镜啊，你碰到这种机缘啊，碰到那些对象、那种环境，你要想到说，我像对着镜子这样子，随时要回光返照啊，要自我要求啊，你一定要这样，就像对这个镜子一样，镜子它不会选择好坏，你好的人来，我也照你；你坏的人出现，我也照样照你。你看。它没有分别，你回去的时候镜子也没有增加，你哪一个人出现，我也没有说因为这样我就减少什么或者负担什么都没有，我这个镜子呢不增不减呐，所以我们要像对镜子一样很清楚的、很明白的，而且看得要很仔细，这样子你自己的脸上黑黑的有污点呐，你才能够擦得掉，各位对不对？你就去想，我面对的各种因缘来的时候，就如同我在照镜子一样，那个镜子是如如不动的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妙处在光明啊，它最微妙的地方在哪里？它最关键的在哪里？你对着镜子，你怎么样能够照得很清晰、很清楚，不会含含糊糊的？那你怎么样能够达到你心里面的渴望、心里的目的？从哪里啊？在光明啊，妙处在光明，一定要有灯光，你一定要打亮镜子以后，你才能看到你自己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妙处在光明，什么叫做光明呢？就智慧嘛，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嘛，然后好好的去分析，要冷静，用你的智慧去选择，不要意气用事，不要动怒发飙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你怎么样去对到这个镜子以后，你不会受任何影响，用你的智慧在最需要的时候，你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。佛语求无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人与人中间有冲突、有摩擦的时候，不要去辩论啦，不要反驳，不要去解释。我怕被人家占便宜，我就一直强词夺理这样，然后用很多的话来搪塞、来辩解。各位，明明是我们自己错了，然后我们找个理由怎么去逃脱？各位，你看佛就告诉你哦，求无真，不要辩驳。人家冤枉你也好，赞叹你也好，你不要去辩驳。如书贵不真啊，孔子的45经最可贵在哪里？就不要跟人家争抢啊！我不做老大，我做老二行不行啊？对不对？我的日子一样过得安然自在。所以各位，我不要跟别人争抢，不需要。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坦然安乐的过日子，好挑快活路，很好的这一条道路，非常快乐，而且非常幸福的道路。这一条道路在哪里？就是无争不争。那么你能选择这一条道路，但是世上少人行，世间上的人啊，很少选择这一条道路走啊。那么宽敞，都没有障碍，而且没有任何起烦恼的心，舒舒服服、安然的、满足的，这样的快乐的过日子，你不会选择偏偏每天都是竞争啊、强辩啊，然后跟人家一直争抢。各位，
这个世上的人啊，真的是非常奇怪的。他说，世上的人很少人要走这样的道路，不会选择这一种有智慧的人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愚痴？为什么没有智慧？都是无形当中用贪的欲望跟别人起了冲突，那种业障，那一种罪业就一直不断的发生，恩恩怨怨，那你就六道轮回，永远没办法停止。你看那多悲惨，多可怜呐！所以佛就一再的强调，告诉我们众生啊，你不要跟人家强辩呐，不辩就是解脱嘛。我们不要去辩夺，我们就是解脱了，心没有挂碍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我们利用这一章，这古时候的人呢，这经验之谈，那么清楚的开示我们一条修行的道路，我们觉得很有意义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今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个法缘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